桃园有民众看到动保处掠狗仔的车有一只乌狗吊伫车的顶头哦，认为讲伊是咧虐待动物，也毋过农业局是表示讲，这只乌狗哦是常常落落去水沟啊，因赶去甲伊救起来，即马是要甲伊送去病院来治疗。伫相片看到一台动保处的掠狗车伫咧路驶，也毋过车后壁煞吊一只乌狗，看起来真惊人。有一位网友最近伫咧 FB 破文讲，最近伊开车经过桃园中立区雷霆五街206巷时阵，看到一只乌狗颔棍拔掉的，吊伫咧车后壁抬走。就觉得很不人道啊！开车的人应该知道他在拖行狗吧？对啊，应该可以马上处理。会吓到，怎么会拖着那个狗狗这样子？可是如果说是他自己跳出来，那真的就没有办法。硬要说是那个救的人的错，感觉也很奇怪，对吧？因为他可能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。地处动保处讲，迄天是一个出车处理流浪鸟狗案件的半路，临时接到通报，讲有一只乌狗盘在水沟底无法度出来，要紧急优先处理。该救出来了，看伊身体正虚，也有一寡外伤，要送去动物病院治疗。敢若是再到半路，狗伤过紧张，煞跳出后道，发现了有赶紧处理，尾仔也有送去病院。我们后续的话，我们在车子管制车后面的缝隙，这个缝隙我们会加装一个铁网哈，那避免之后有类似情形的跳脱事件的那发生。动保处讲，这只狗即马生命现象真稳定，已经开始食物件，即马伫咧动物病院内面观察治疗。已经针对这项案件进行检讨，全面检视管制车的安全性，并且加强这群动人的再教育，避免这种情形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